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福起來咧》，我係綜藝圈阿權妹。大家就知吼，其實台灣嘅農業一旦發展，古時候啲台灣有非常多優質嘅農產品啊，果子也都。尤其今日就要來同大家來紹介一項果子。大家啲苗栗有種暗豆，無共用嘅果子，比如講西湖啊，有種呀文旦啊，韓國大蘭咩有種葡萄啊、楊桃啊，等等無共用嘅果子。今日節目當中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，一個青年農民轉到苗栗、轉到大蘭也隻蔬菜，其中嘅東西係呀火龍果，沒有人講鳳龍果哦。細細個個來分享佢，來分享東山農場嘅阿澤生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苗栗大蘭的許澤生，東山開心農場的負責人。好，分享阿澤生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吼。一開始有講到，其實果子有百種，尤其你帶嘅蔬菜大蘭，當到人種無共用嘅水果，對不對？唔過你當奇怪呢，按到好色嘅東西唔種，你先種呀火龍果。怎麼跟你特別想到講想要種這個火龍果呢？一方面是這個紅龍果它本身它的病蟲害會比較少，然後用藥的幾率也比較少。因為你想要用輕量接近自然的方式，是不是你的種植的理念？我主要是用食物鏈的方式去控制這個農場。對。或者你先種一種它少有蟲的會來吃，比較少病蟲害這樣子的一個作物。對。對，那其實像火龍果啊，我們一般來講。因為其實係外來嘅品種，對，那佢本單有人講佢係火龍果、火龍果，沒有人講佢係鳳龍果，但其實它有很多不同的品種。火龍果的意思係以前長有白色的，白色啊，連蠻有改良過的時陣，佢有紅色的，所以變叫做鳳龍果。故說你呀，它專門就搶中一種叫做鳳龍果。唔過你過去其實有種過同多種無共用嘅品種來同大家分享一下。有個長龍就佢皮係橙色的。哈？皮橙色嘅咩上還蠻小嘅。沒有，其他品種嘅特性都會安尼。哦，故說佢雖然外表係橙色嘅，唔過佢其實底部用係白色的。哦，底部用係白色嘅，只是差在說很難辨識它的熟成度。就像亞哈 N 相片都可看到嘅，你真正嘅規粒長長呢？錯。已經係做得摘來食嘅。忙，佢還在成熟。哦，還要再成熟，唔過佢熟。像紅龍果，它本身還沒熟成之前，會像龜殼一樣，龜殼烏龜的形狀的龜殼，對。故說其實像呀，迄假是講青龍果佢熟嘅，以後還係橙色嘅。龜粒長。哇，好特別哦！辨別都會看起來連片，它有果實的前後的飽滿度。一般人比較精細的話，會去算這個天數。算起來就錯嘅。嗰陣除咗種過呀，火龍果，白色的火龍果，還有橙色嘅、紅色嘅，還有種過哪一條？裡面肉是粉紅色的。粉紅色以前冇看過誒，這只有這種。就是它的果肉是粉紅色的，粉紅色吃起來它是有那種香草香。怎麼那麼特別？對。你用它有冇繼續種這種品種呢？因為市場他們的需求只認識白色跟紅色，對，所以那種只是娛樂性質好玩就好了。還有什麼娛樂性質的品種？還有雙色。雙色，一邊底都有兩種色。對，它的外緣是白色，然後內緣是紅色。哇！它吃起來是有點荔枝香的味道，像紅心芭樂那種感覺，是不是？有配色的。故說其實，原來鳳龍果、火龍果有按多種無共用嘅品種。今日節目當中，有辦法同大家來分享，因為有請到專家來到節目當中。不過唔單止愛同大家來分享呀，火龍果嘅品種以外，你呀專門就搶種紅色嘅這個鳳龍果呀，其實佢。火龍果其實長得懂像仙人掌，對不對？有一點點像同屬性，只差一個會結果，一個會開花，不一樣。我說那個胖虎有沒有跟仙人掌冰啊？那也好像也是紅紅的。仙人掌冰應該是用它的花去做吧？係用法做嘅，原來係按呢。我說其實對火龍果真的不是很了解哈，給我們很貼片，也有搶到我們的澤生帶的那個火龍果的枝條。對。我同大家來紹介佢生長嘅過程，對不對？它整個在枝條上的成長過程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。OK，
这个红龙果的成长过程，在这个枝干里面呢，它会有3种状况。一个枝干，就是我们其实东东包有看到眼中火龙果，就会看到很多条那个枝条，然后都蛮长的，可能一公差不多。毛短尾，短尾。哦，要再短一点，短到你想要的长度。哦，对。故事我们在外面看到很多这样一条一条的，这就会大火龙果的枝条。嘿，这样。哦，对。像两发，这个是第二种状况，然后第一种状况是它已经结果了，准备要长大了，然后第3种是小花苞，会粘在上面。对，反正一个母树里面，它会同时会有3种状况，可是我们只留这个结果的，然后让妈妈专注于顾一个孩子。故说，佢可能一条地度有动到做无像用，可能已经开发的，已经大致的，以为係开发大致。都好结自然的。哦，你抢要留一粒。你要先那一粒来留呢？冇都可以粒。T 介有介结籽的介粒 ，T 介大籽的你就留下来。恰发介粒，对，头一个。其他嘅就会留。2、3个怎淘汰掉？哈。因为像火龙果一年可以收9到10期花，我只有收5期花的，因为我干了2期花，搭期15期有1期花，后2期我都会去掉，然后留1期。因为一个妈妈佢长要发吐顾一个细年，因为因是做品质的，没做产量的，故说你想的就是有一点像蔬果的概念啦，你会拿其他嘅先把它舍去，留定嘅了营养啊、甜分啊，全部吸中到一粒地度，听。不过像呀火龙果嘅散期啊，韩国嘅开发嘅时间，大概係幾月嚟到幾月咧？每天南部嗰邊、屏東嗰邊係差唔多5月初到差唔多10月中，中部苗栗嗰邊差唔多6月初到11月。也係產季，6月初到11月。因為溫度嘅關係。故說下北部愛下慢啲嘅，唔過一開花嘅時間咯，開花差唔多乜嘅時間會開始嚟？開花差唔多5月底時會開第一期花，5月底會先開第一期。過後就係4、5月一邊花呢。故說其實像呀火龍果嘅花，含個皮啊，我每次看過有人攞呀火龍果嘅皮拿來煮菜，拿來炒卵。火龍果嘅花吼，佢很多作用，譬如講，佢長結籽的時，該使做龍珠，龍珠食起來就像應該烏魚子嘅龍珠。龍珠就是章魚嘅龍珠，就是熱炒店底度嘅用來蹦酒誒，一粒 QQ 嘅那個油呀的那個嘴巴，對不對？用的時呢是要口感表皮去一點烤皮安的，落去炒。炒起來就像的是龍珠的個口感，真的要改誒！譬如講像安尼含苞待放的時，炒的時佢適合會脆脆的。譬如講佢像曇花安尼開的時啊，將去炒的時係綿綿的，3種口感都不一樣。嗰首花苞咩係做得來食咧？做得。哇！嗰首今日節目當中張定言來呀，火龍果連呀花苞就做得拿來食咯。不過其實到那邊我去偷呀火龍果，有陣時食材唔啲按用嘅來偷。今日也有請到專家來到節目當中，來同大家分享一下按用嘅偷真好食。其實火龍果外表來看，外表都是佢絲物太厚，梅嘛太厚。絲物係低頭嘅片。低頭入邊。低頭嘅片，你係頭，皮，唔係佢飽滿，要飽滿，要麼你梅嘛飽滿，按看佢肚絲貴咗圓圓，你咧水果佢都會好食，還有譬如講佢皮啊，一般市面上佢賣嘅時候差唔多8分長窄，因為佢愛賣嘅時間較長，直接直銷嘅話。一天都輸定掛到差不多9分9。9分9的是用到輸當紅熟嘅以後，加龜殼都被衝下嚟，抓包起來，龜殼形狀會不見。那它的鱗片啊，你看哦，佢會慢慢地往到入邊，有的是性質嘅乾鐵，你也咩不新鮮。你看你黃鐵嘅時陣，可能加地條係長長嘅，咩冰凍球然後長黃嘅。故說其實吼，你看偷呀火龍果有動態嘅好門哦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做到節目當中再個同大家來分享哦。
欢迎大家又转到福起来咧，我是钟英群阿群妹。今日節目當中吼，邀請到對呀苗栗大蘭來嘅青年農民，我同大家來紹介其中嘅鳳龍歌。家下有講到吼，愛讀呀鳳龍歌，輕重要嘅就係愛看人嘅愛情，腦部愛飽滿。不過其實阿群妹我就有一個問題呀，我當接片腦部讀歌詞嘅時節，當多年也係講嘅媽媽裝逼啊，其他就會同佢講，你愛讀嘅歌詞嘅時節，你愛看人嘅detail。詳細嘅應該就係詞，不過聽講鳳龍歌唔係按樣讀嘅哦，不一定，對不對？對，因為鳳龍歌它在成長的時候啊，它大概在第一期花的時候，它的母樹會比較胖，沒有錯。可是你在採剪下來的時候，因為它母樹胖，所以它含的水分比較多，所以你不管你撐個10天，它都還是一樣紅潤的。含黑凍多水分。對，那到了半中間，差不多5期、6期後的時候，它的母樹的已經越來越乾扁了，所以它一剪下來的時候，它就乾掉了。對，所以最重要辨識的話，我覺得是說我們的果型，只要頭胖、屁股胖，然後它的這個鱗片有往外折，然後有按用翻出來了，翻出來，對，就代表說這個果實它已經熟到已經 OK， 非常好吃的，對。其實除睇下外表看得出來，也底度切開來，咪做得看下嘅企圖，對不對？新鮮度，比如講，像頭前有一粒已經切一半的嘅，要切一半的嘅，咪做得來看下嘅新鮮度，對不對？可以，就像這個，我們一切下去的時候，你看它表面的光澤度，光澤度。其實已經切一下誒，已經在我們的樣旁底度已經標一下。不過呀，大家看一下呀方面，其實它還是有反光，有那個光澤的感覺，就表示講你底度水分。它的果膠很豐厚。果膠。對。因為像紅龍果，它本身的果膠可以我們天然的潤腸劑。對，難怪就是前一天色太豐盛嘅火龍果，隔天我就會見到它。對。可是有時候是吸收的問題，有的人時候吸收也不會有那個色澤的關係。對，所以像這個顏色很鮮豔呀，有懂得水很多汁的感覺，這其實就是它很新鮮，品質很好。對，因為像我們紅龍果講求就是再張昂，就是讓它的舒當烘縫的啦。對，讓它所有的組織架構都是很完全的成熟，然後很完全的成長，然後放下來，然後讓客人吃到的時候，他是吃到它的甜味，還有它的口感，還有它的扎實度。哎呀，講到眼後來水就會流出來。不過其實聽講吼，要鳳龍果，太可以，一般人太可以就說，果子就青菜切啦，尤其要鳳龍果凍，又冇鹹冇鹽，然後就吃掉按樣切就好了呀。不過其實今日江西農民啦，我同大家來分享嘅係專業嘅切鳳龍果嘅方法喎。一般紅龍果它本身的那個聚糖體是在這個中心點。聚糖體嘅意思係它的糖分清甜的蔬菜都懂哦，在中心點，這個中心點。那我以後都要把最中間的去嘎生態。沒有，不用。現在很簡單，就是比如說我們這個紅龍果，它是一顆圓圓胖胖的，我們只要先對中劃一刀，然後就像讓它破一半。對，我變成那一半，有冇？一半。然後我們下刀的時候。先從中心點這樣下刀，有沒有？你按你就拿青頭色的蔬菜笨太假誒。冇，等下很看哦。好。先切一半。按你落去的時陣，我們順着這個，有沒有像扇形一樣？對，所以我們每一口第一口都可以吃到中心點。就像切蛋糕一樣，對，有沒有？每一口搭粒果，你食到嘅搭粒呀火龍果，就做得食到有清甜的蔬菜。錯，原來係按呢。古時候是按樣切火龍果，你就搭粒就有食到冬甜的蔬菜。錯，就唔會像一粒蔬菜清甜，不一三人食總體。對。哇，看到啊，還有藍水就流出來，那個是有沒有要給我吃？等一下，我先。還沒好。來，請享用。謝謝，真嘅，看到呀，還有藍水就會流出來耶。
真嘅呢，大家看呀，那杯我被我看起来就是很多水，有没有？真的会反光。韩国其实我哋食火龙果嘅时节啊，有常时会吃到那种果肉有点散散的、粉粉的那种。对，那是代表火龙果怎么样吗？那吃到某某个好色那种。其实我回乡7年，我照顾水果，一直把水果当做我们的小孩子在照顾。我们人一样嘛，要吃3餐。要吃饭，然后也要配汤，然后也要配菜，你只要掌握到这个水果所需要的跟人的所需要一样的去配置的话，你就知道说水果它需要的是什么，而不要一昧的一直去攻这个期间要什么东西，可是你要相辅相成，对，因为你要果实去长肉，间接的它也要长骨头，你一直长肉，一直长肉，哪怕哪一天真的它一直下雨。或者说恶劣的环境之后，它一下就瘫掉了。好好吃哦！你刚刚跟他讲一太对，很爱就会吃火龙果，我蛮感动，因为那个火龙果吃起来像果冻一样，Q Q 的，像蒟蒻的感觉。对，而且我们的红龙果它越咬，它的层次会一直的出来。怎么那么好吃？韩国给懂哦，又懂甜，又懂水，又懂 Q。我很少吃到这么 Q 的火龙果因为像我一直追求的是，细汉的是去山顶摘到个水果，咬落去个感觉，就系这种感觉，酸甜酸甜酸甜甜眼的状态。你希望它用最自然的方法，对，去成种，就不会变成暗用给 Q 感，暗甜暗香，然后。那个甜味，我其实已经觉得到亲密有一点点像那个甘蔗给这种甜蜜了，好好吃哦！因为我头白就一直觉得，其实火龙果是一个有点没味道的水果。其实当然伊唔是火龙果，因为佢臭味冲，然后又呛味冲。对。故说，就像你讲嘅，你想要用看新人嘅方式，照顾新人嘅方式，对，来照顾呀火龙果。故说其实啲人嘅个人地度哦，除了呀火龙果呀在新人嘅以外，其实还有很多种小孩哦，还有中等的家禽类，对不对？小等的家禽类。鵝差唔多6000隻。然后火雞差不多2000隻，然後還有土雞嘛2000隻，還有鴨差不多800隻。重點都會給大家一個食物鏈。食物鏈。對，其實你不用去想說他們只吃飼料，然後可是浪費你很多的金錢。可是你去想嘛，我們把它當作是園裡的一個工作人員，他幫我除草除得很乾淨，然後幫我吃田螺也吃得很乾淨。那你看我就不用去除這個田螺，也不用除這個草。然後你在農場的時候，哇，這麼多人在陪伴你，多麼開心，多麼自在。對啊，對。真的是用很自然的方式，韓國種咩喺灌裡嘅方式也是用草生栽培，盡量本地清田野。韓國糖果泥呀，用嘅皮料還係你自家培養的皮料。就是我們去取自於每一個天然的東西所主要的養分，然後去組成，然後去做微生物去發酵。微生物的肥料，不過其實你應該講，呀，它皮料其實同防偏，那不同接做得買到一般嘅皮料，一般嘅皮料同你自家做這個抑菌肥，有乜嘅冇共用嘅素材？我們一剛開始是為了省錢，因為我們回鄉本身資本額不多，所以我們要去想很多天然的方式去製造植物所需要的東西。剛開始第1年種的紅龍果是不好吃，然後越來越好吃，越來越好吃，然後到現在，哇，你會欣賞你的東西。真的，對，因為我一直把農業是當作藝術農業，我不把它當作是一個商品，不把它當作是一個果實，因為藝術是無價的，因為每一個人給予一顆果實的內涵是不一樣的。真嘅，故說你就像按用嘅用心，唔管係呀皮料嘅方式，也係講你照顧管理嘅方式，全部都是這麼的用心。對，韓國其實呀，因為購置要這種東西，蔬果類、農產品，經常會讀到的就是病蟲害。那其實你還有在前端特別做了一些事情，做得本地的稍微殺菌，用天然的方式。一方面我主要是讓媽媽的身體健康。果樹，媽媽都是果樹。果樹健康之後，然後自然的它就會有抗體。對。那要防範的東西是很少。
除非迫不及的时候，已经伤害到我们的产量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做一些天然的防治。哦，对对对，所以也是用天然的方式来做防治。对。不过其实像亚氟龙果，你一开始有讲到，你会限中按用给狗子，就会引力它的病虫还少。对。但是其实还是有。很少。哦，有哪一条假使讲黑有给发，会有哪一些病虫害？会有蚜虫，然后会有蚂蚁。哦。然后还有那个粉介壳虫。我们每一颗果实从原子采收下来的时候，每一个都用那个喷枪处理过。喷枪就是因为蚂蚁会躲在这里，这个底部哦，对，因为它很甜，所以它会有香气，它会躲在这里，然后我们就要用空气枪这样子，空气的那个风枪，对，把它吹掉，然后这里吹掉，每一颗，对，所以我们的作业流程会比一般人繁琐很多。对，真的，韩国创业购置生出了以后，其实也要套袋吧，要保护它。对，要套袋，因为有时候会有那个果实蝇会去叮它产卵之后里面会长虫，很多人切的时候会怕红龙果会长虫，可是我有遇过，有的是红龙果完全熟成之后，它会发芽，那个不是虫。哦，对。古时候你看哦，第二大水果的果场当中，俺就吃到阿成家嘅性感度对亚氟龙果有几充实的，古时候也就係佢對家農產品嘅用心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做完這個糖牙故事哦。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，我係總一權阿權妹。今日節目當中，我同大家來分享好食嘅鳳龍果。家下唔但請好同大家來分享到有鳳龍果送來安用嘅粽，韓國安用嘅湯汁會好食。唔過下來除咗愛食有鳳龍果佢本身以外，還愛來同大家來燒嘅有鳳龍果做嘅餅哦。當啲邊吼，其實阿權妹頭擺咩盲食看過，韓國看到一聲嘅就知道，哇！太強了吧，對不對？對，這個糖貢黑，這個火龍果濃度很高的火龍果冰哦，差不多完全果肉去制作，完全果肉去制作，做都從暗用，像冰淇淋的口感，很特別。我們講求是全食材利用，全食材利用，到底什麼叫全食材利用？因為底度沒有看到，像是有加料哦，感覺是有口感的東西來吃吃看吶。好。這個是感覺有點像果肉，可是火龍果果肉已經變成冰淇淋了呀，怎麼還會有果肉嘞？它的果肉是那個 Q 感，是我們的紅龍果的皮。紅龍果皮沒做得拿來做，因為一開始有講到，其實皮是可以拿來吃的嘛，對不對？對，可以食用。你就老給不用都要低度做冰淇淋，這是你們自己這樣子自己想的來研發出這個食譜，這個配方很特別，而且。還是都會不會含有一些些的那個膨筒的味道？龍眼蜜的香。龍眼蜜，含特別加的龍眼蜜。韓國糖貢這個火龍果冰的濃度高達99.9%。哇，只有1%的，其他的可能是水呀。韓國剛剛講的膨筒。對。低度全部是完全無添加。完全沒有。哇，你有沒有想到講會拿？已經是。本來鮮果就這麼好吃的火龍果，因為想到光還會拿去做餅哦。因為我們做農的人本身就是很辛苦的，所以你所種出來的東西是很珍貴的，跟一般的消費者是完全心態不同的。對，因為你辛苦了大半年，可能才有這顆果實。對，所以我們去想說，這個果實就算它有稍微過熟裂開之後，怎麼增加它的使用率，還有生命力？對，然後後來想一想，夏天可以把它變成紅龍果的冰淇淋，然後變成紅龍果的麵。對，麵，因為它的色素很漂亮。對，而且這個真的好好吃哦，同那個吃假設火龍果跟米西又冇相用。冇相關，因為它的組成都是天然的食材去組成。而且它不像是一般顏色購置直接打成的冰沙，會有那種沙感。它是綿密的口感。對，因為冰淇淋它算是意式的冰淇淋，做到很高檔的綿密口感。對，很綿密，而且是完全沒有加任何的奶。
也没有加任何的乳化剂，没有，它就走的有按用按面的口感，好好吃哦。它制作的时候果肉要先熬煮，然后还有它的果皮要熬煮，熬煮完的，对，漳州的拿来做按用的冰淇淋。不过出题哈，刚它前面全部就会同大家来分享否认讲。不过其实哈，我们的阿赞神他里面有种其他的购置哦，就是我们的碎梨，里面有你讲胎梨，韩国要胎梨没 Q 用拿来做饼哦。但光想我就觉得一定是沙沙冰沙的口感啊，对不对？问号，吃看看，对。你刚看起来也是一个很绵密的冰淇淋，它这个底度啊，还有看到有那个梨子的纤维在里面，一点一点的。其实做的水梨的冰淇淋是非常耗工的，它主要先打成水分之后，然后果肉要分离，汁要拿去做冰。那做完冰淇淋的时候，是那个沙沙的口感是放在最后再加进来。然后我们还有搭配公馆的红枣，然后融入进去，所以你吃到最后的时候会有一点韵味的红枣香，好好吃哦，这个也好好吃哦，而且感觉水梨跟蜜桃同，吃起来是水梨跟蜜桃有某 Q 哟，它会比水梨还浓郁，很像，因为有经过煮过，这个是没有煮，这个没有煮过，但是我喝到那种冰糖梨子水的那种感觉，因为它很浓缩，很浓缩，对。这个也好好吃哦，这个也是完全没加其他的奶呀，也没有加任何的增稠剂。它里面还有加微微的百香果，让它颜色比较红润、黄润。因为本身水梨是比较暗沉的颜色。对哦，而且水梨好像是会氧化的，但是每这样做出来，它还是可以有就是比较鲜黄色的感觉。对。古手芽就会，你看呀，它强眼浓密，你都会老气改个东西做都含卡后，提高这个产值。对，就可以想出这些其他的方式来做。不过其实周亚、冰淇淋呀、水梨呀，它的品种也很特别，挑白没穷人忙吃糖糕。其实每一种水果都可以做，每一种水果都可以做，制作的方式不一样。对。今日节目当中没有来同大家来收集，就是阿照神奇七嘎中嘅亚胎梨，这个品种很特别。它叫做甘露梨。甘露梨对，叫宝岛包的甘露梨，很特别啊！穷人忙吃糖有听过什么衡山梨呀、星星梨呀、高阶梨呀、安斗梨也富起来，全部就有收结果。不过就剩这个宝岛甘露梨，还敢挑100度豆。因为这是台湾人研发的，所以台湾这个宝岛，所以它取作宝岛甘露梨。为什么叫甘露梨？它本身吃完会有一种甘蔗香。真的呀，改这么夸张？是看看啊！而且佢动态了应该切细地个细地残油按太地哦。加肉冻酒。因为两个萝卜外表看起来像那个大梨冻醋的感觉，但是两个纤维真的是很细致哎，然后又懂都是内涵就在皮里面，好好吃哦。所以它外表看起来大而粗犷，不过感觉心思很细腻。对，好好吃。故说你讲也是台湾自家研发出来的口味的品种。对。给你自家种给发你中亚品种有种几久诶？今年第3年。今年第3年来种，故说像按 TP 的宝岛甘露梨，感觉应该被看起来，大家有没有想讲看你种吃到好像在种什么粗梨的感觉？本土的梨怎么那么大颗？对。因为它本身就是很粗犷，可是客人一吃到的时候，它的哇好细致，然后又脆，然后本身它的实用性又很高，因为它的果核非常的小，然后肉非常的肥厚。对，故说感觉因为是胎梨有上是要冻红的心嘛，会有那个硬硬的地方、酸酸的地方。对，故说宝岛甘露梨给铺分的肉冻喷，加汁啊，切落去把爆出来。真劲哎，跟它吃到最米底路全部就会那个水梨的汁。甘甜。对，难怪叫宝岛甘露梨暗后色。不过除了宝岛甘露梨以外，其实泰国你还有种那个黄金梨。黄金梨差不多产期都7月中
青叶种，古说一下东大宋冇几费色到，盲年。黄金梨的极品啊，水梨的极品。哦，是水梨的极品。又脆又浓甜，该甜度差不多14到13度啊。唔过我吃到看到阿赞神奇同大家来分享其中的农产品的时候，那个目珠全部就有金光的感觉，因为你在农用心对待人家的农产品，对，你种的方式全部就会用草生栽培，然后没空用也是自己做这个抑菌肥，对，也是会补一些天然的肥料，因为我一直觉得作物就跟我们人一样要吃3餐，我们要吃饭，然后也要配菜，然后偶尔要喝点汤，你只要掌握这些东西，就是喝汤就等于是我们的抑菌肥，然后我们的配菜就是我们期间到该补的肥料，然后我们的主食是米饭嘛，所以这个水梨每年到10月份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补它的基本的肥料，让它打好基础。对，我说像你讲亚的东西，讲到按专业，俨然就是一个专业的农民啊。不过大家可能唔知，其实阿赞神佢头摆，喺啲台北做呀这个发型设计师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到内湖那边做发型设计师，差不多7、8年的时间。讲香用我想到讲，转到乌卡韩国去做完全冇香用嘅条路。因为我感觉讲，我係個較有感情的人，所以我對土地對人我都會較有感情。所以我專業為了顧慮個家庭，都會個木卡。不過專業的時陣，你就要面對一切的考驗，因為你做的東西跟你冇。或者你頭擺咩完全冇想到講，有想過要回去家裡嗎？頭擺啲台北的時間？冇呢，完全沒想過。因為人都台北做得當好啊。嗰時候呀，一下也就轉去，聽說會讀到動態嘅挫折啊，因為你又忙着種個東西，你又對呀冇了解。唔會呢，其實你用心跟了解土地談感情，都會從這個土地雖然沒有生命，可是你可以創造它的生命。對，而且你要懂得去尊重大地，然後也要懂得去尊重這些生物，相對的這些萬物也會尊重你這個農民。对，真嘅，也是阿正神，你啲講養嘅故事嘅時間，你對所有嘅事情都懂有熱忱。你在講你之前的工作也很有熱忱。你講你呀哈種東西嘅工廠，你們很有熱忱。對，用老按用這麼熱忱的心種出來嘅東西，就係愛同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來分享，同消費者來分享。對，很用心對待你做的每一件事情，就會種出好食嘅東西。嘿啦，最基本是用心，然後跟對待客戶要真誠。冇錯，故說今日神夢阿正神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哦。謝謝。咩神夢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，接下來做運動哦。